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锋面接近高雄透早透风落雨，公山路底有3000户停电，家庭有路牌甲树仔互风渗倒。花莲透早又搁地动用2届，规模拢有到5以上。气象署检判，甲4月初3地动并无牵连。新内阁公布，外交部长林佳龙、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陆委会主委邱水正。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因为锋面接近，高雄透早是透风落雨，伫咧陆地公山顶所在有3000户停电，伫咧家庭是有路牌甲树仔互风渗倒，家在是无人受伤。上班时间嘛造成市区内大塞车。大风大雨，和高雄嘉庭区的居民感受真强烈。嘉庭区在17线有路树、路牌拢互吹倒去，加载无人受伤。警方伫现场疏导交通。早时6点外，高雄向单位讲落大雨，国道连见度变歹，各一北上路段真侪车辆拢拍上黄灯，减速慢行。公山区介修路桥往西方向嘛，民众发现奥多摆车道积水，有人掉车。是蛮突然的，就突然就是狂风暴雨就突然下过来这样。那有影响到你们吗？有啊，就是裤子都湿掉了。有那种台风天的感觉。高雄市区嘛大塞车，甚至有市民伫大流水沟边啊发现土石。这场雨嘛，互高雄路德、公山、乌来等地区停电3200多户，到25号早时，还有600户无收复。从今天清晨到上午，还是有一些云系从华南移入到台湾哦。那其中这些比较蓝色、紫色的一个位置呢，大概就是比较强对流发生的一个区域哦。所以今天在南部地区有比较明显短延时强降雨已经发生了。气象署表示，25号有另外一个锋面接近，天气也是无稳定，各地容易有地震雨也是雷雨，西半部会陆陆续续出现着阵雨也是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的几率。较低所在就要注意积水。不过，这个锋面靠近，嘛替全台水库再来水量。水利署统计这3天，全台水库预计增加4114万吨的水，其中中部第一关，第二关是北部，南部则是累计45万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几天是一直的地动，透早伫咧花莲又搁连续有2届，这规模拢有到5以上。气象署指出，这2届地动拢唔是4月初3的地动尾，应该算是独立的事件。地区又搁翻新。台湾东部海峡翻点过2点11分，发生规模5.6的地动，上大的震度伫咧花莲县盐寮、南投县合欢山3级。所来无到1分钟，同一个所在佫发生规模5.5的地动，地动的深度是24.1公里。地动中心伫咧花莲县政府东边24.1公里的所在，全台湾的震度是1级至2级。特别注意的是，气象署强调讲，这2届的地动甲4月初3的地动是无关系，是独立的事件。0403跟0425就是凌晨那2个5.5跟5.6，它的震源机制是不一样。所谓震源机制就是地震发生它的错动形式。0403的结果是一个逆断层，上盘相对下盘是往上挤的。0425就凌晨2点的那2个，在那个地区是一个拉伸，就是两边拉开来，所以东西是掉下去的，所以是一个正断层的形式。地动测报中心表示，这几届地动的地动中心伫南澳海盆。南部海盆是菲律宾海板块向下卡微落后啊大陆板块下卡形成的海盆，所以现在有地动伫发生。有学者分析，这2个地动是属于稳不大的地动，也就是后啊板块甲菲律宾板块互相比落的时阵，伫深度20至30公里的所在，现在会有地动。4月初3甲4月23的地动所在是无同款的。震源的位置不一样，另外一个是深度，它也不是很深，但是它就是位在2个板块互相隐没的那个界面上的地震。5.6的话，
相当于0.125颗，规模0.62的那个地震的能量。规模5.5的话，大概就是0.088克，所以合起来大概总共就是0.2克的那个能量的释放。因若是安怎，即个翻点过南澳这两个地动，会让北部的民众感受真明显。但文山讲，因为台北市盆地有放大的效应，所以感受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因为4月23地动起的花莲布开饭店，早暗8点已经开始咧拆，不过这栋内底更紧有够济，咧拆的时阵机械煞故障，目前已经暂时先停工，等修理好势，才阁继续拆。这只长42公尺的大哥机呢，为昨下暗开始来执行拆除的作业，会当看到伊今仔下早是为建筑物的外口开始来拆。即马现场嘛是会当看到伊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细腻。伊就是惊这捏出来的物件会喷甲四界拢是。咱镜头搁为下骹来看者，伊现场嘛做3层的防护。第一层就是肉粽，第二层就是蠓仔，第三层就是铁皮。伊就是惊这喷出来的物件会伤到边仔建筑物。为前一暗开始执行拆除作业的大哥机，会在一直工作，长长的手伸到建筑物较悬的所在。不过拆除高楼层要特别谨慎，拆的速度袂当对紧。高空作业嘛，要尽量要小块一点，落过来较袂后袂飞。拆高楼层嘛非常考验大哥机司机的技术，伊离地面层离操作的乌条线非常远。为厝尾顶来看，富凯大饭店内部更紧非常济，会在这更调一度甲乌条线的油管油断去，留几百升的油，顶会当暂时停工换工。太远了啦，都要凭感觉了。你就是要用心的把那个你要夹的地方，把那个钢筋拨开啊，才不会伤到第一线夹子的油管，真的是高难度。对啊。拆除难免影响到附近的厝，居民认为防护措施做了个会使，唔免伤烦恼安全问题。不过，嘛是有人一期才架一条街的药房根本无做防护。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我们也会加强那个做防护，那也会提醒司机在拆除的时候，那个现在小心往前。将土堆滑落。传出富凯开始拆除了后，起4.7公分，佫有增加的趋势。对此，花莲县政府强调，并不是安尼，只要出现明显的闪动，就会先停工。有关另外一栋通帅大楼，25号会早继续在屯土增加关度。县府表示，应该会伫礼拜六开始拆除。记者林俊文、张敏如花莲报道。政治的消息，准总统赖清德今日公布国安人事，包括潘明安做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做国安会秘书长，林佳龙做外交部长，顾立雄做国防部长，邱水正做陆委会主委，戴文灿做海基会董事长。我们是不是一起比赛好吗？新政府的国安团队受到大家的关注。准总统赖清德25亲身公布8个国安人士，伊讲这拢是一时之选，有下领域的专业甲经验。包括前屏东县长潘明安接总统府秘书长，外交部长吴钊燮转任国安会秘书长，林佳龙接外交部长。现在文任国防部长嘛确定啊，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来做。国安局长蔡明干留任，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邱水正接陆委会主委，林文灿接海基会董事长，叶立法接退辅会。现在的国防部长跟过往只专注在国防事务是不一样的。那顾立雄他具备的这多方面的长才，所以由他来担任国防部部长，我相信现阶段来看是不二的人选。国安团队徛几排，未少沿用蔡总统的人马，也拿顾立雄接国防部长的重担，外界放大检视文人部长的身份。赖清德强调讲，国防部长牵涉国防、外交、社会沟通，顾立雄是适合的人选。文人部长嘛真接快，针对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路警示，中国2017年会有拍台湾的能力，顾立雄定下目标，参与印太区域的协同性合作，和中国发动攻击的时间继续延后。大家都希望遏制中国可能的冒进，我们是其中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实力跟决心参与这样的协同性的架构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还有产业
日不落国的经贸外交。林佳龙表示，台湾外交的路线会加向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产业日不落国的经贸外交。针对两岸情势紧张，日本参讲两岸关系是民主和平重要的元素。罗强调，佮甲中国发声，爱有自信面对台湾人民，托付民选合法的政府，这是两岸交流的正道。只是跟在野设定前提之下的交流。这不会得到人民的信赖跟支持。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5字控了后，邀请罗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罗清德强调讲，只要立法院邀请，符合宪法法律安排，一定袂走险，会去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监所昨是传出受刑人拍主管，而且佮甲拍甲送病院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主管咧调工课时阵有去引起这受刑人的不满，才会造成。监所嘛表示，详细会去问当事人调监视画面来厘清。所讲单全真有名的台南监狱疑似发生受刑人拍工厂主管的事件，两个受刑人先对主管泼烧水，然后做伙拍伊，造成主管阿妈棍烧烫伤等伤势。甲方接到通报，赶紧将人送去病院治疗。我们的工厂主管因为撤换一名视同作业受刑人，那引起2位受刑人的不满，就代为出气，继而攻击我们的工厂主管。主管迄天下晡就出院，这几天伫厝休困。甲方会以当事人笔录甲监视画面做后续的处理，但这毋是今年第一件监所暴力事件。3月2日，台中看守所嘛有嫌犯不满拍招呼，互介护员主动的拍人，造成2个介护员受伤。那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只是对受刑人，因为你可能就行诸暴力背后的原因，还是要做讨论。那看守所当事人他。要不就是羁押被告，就是说他是判刑未确定，会比监狱险峻一点。监所关注小组认为，监狱也是看守所发生暴力事件的时阵，应该先厘清事件的起因，毋是处罚的结束。若背后的原因无解决，同款的事件恐惊一再发生，嘛毋是管理阶层，也是受刑人想要看到的。记者温正雄、陈焕武、柯正俊台南报道。过来看桃园机场，昨讲有一个查某人，因为对旅客大声咧喝，去互警察赶走。桃园机场嘛表示，类似的案件1个月大概拢有1-2件，最后拢是因为已经有影响到其他旅客，才会请警察来处理。一位女性伫桃园机场互航警赶走，大声喊讲：“我救你，我只是学生。”一名疑似精神异常的女子在第1航厦 B1 美食街内大声咆哮骚扰旅客，经警方派员赶赴现场，发现该女子长期游荡滞留于机场，有多次骚扰旅客行为，严重影响航厦秩序。代志就发生伫24日下晡，79年厝姓陈的女性伫第1航厦 B1 美食街大声唱歌，对旅客嬉戏叫，严重影响机场的安宁。经过真侪位民众报案，伫下晡2点51分，由保大的警力配合航厦营运管理中心甲机场保全，强制赶到大园。聊天还聊天是正常的，唱歌就会打扰到其他人。虽然是大众化，但是它也有管制嘛。对，而且像他经常那样出现的话，人家就会怀疑啦，怪怪的。这里很方便啊，有厕所啊，有水啊，有吃的啊，什么都有。对啊。这位被赶走的姓陈的女性，对今年2月份就定定出现伫机场的航厦，甚至住伫机场，因为扰乱旅客，互人赶走。类似的赶走案件伫桃园机场1个月发生大约1件到2件，大多数是行为影响到其他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最近有2间高级的烘肉店，向检举讲用到过期的牛肉。食安处昨去稽查，是当场查到1间过期的牛肉，就直接放伫咧冰库，甲罚192万，要求停业。检方审问了后，2间店家计共5个人交保。店的透明窗仔，阁会当看到高级肉品的电视。门卡口虽然挂长咧准备的牌仔，却无咧营业的感觉。台中市西区这间高级烘肉店，有民众甲食安处检举，因使用过期的肉品，消费者听到拢感觉真意外。吃这种的，搞不好你2分熟、3分熟，你都敢吃啊？对啊。结果吃到过期。对啊，这样子很恐怖啊。台中西屯区之前有一间高级烘肉店，互员工检举使用过期食材，互卫生局罚144万，下令停业。即马阁传出同款的食安问题，检调处台中市卫生局24去2间业者敲吹，西区烘肉店互查到有16项过期牛肉，直接甲罚192万，下令停业。
那我们卫生单位呢，在现场确实是有发现了16项逾期的牛肉，罚款的金额总计192万。检方团2间业者计强8人到案说明，信后甲西屯区航马店日本籍被告3个人，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罪嫌成交保集团，而且限制出境出海。西区航马店涉送的被告等2人，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目前已经交保。任该和牛烧肉店之日籍被告版本、久保、3天等人，涉嫌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等罪嫌重大。另名烧肉店之负责人宋姓被告及其肉品商业务蔡姓被告，则系涉犯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台中市府要宣布启动日本和牛专案稽查，业者的数量搁咧统计，会严密监控炭烧的食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经院今公布4月份台湾经济预测和景气调查，嘛甲国内经济成长率调悬到3.29%。不过消费者物价指数恐惊也是会超过2%通膨境界。因台股今日是搁再落274点，收盘19857点，台积电是落17块，收盘766块。美国指数24收红，煞无刺激台股崛起。25台股盘中捌跌超过200点，搁失去2万点的宝座。当然，电子股台积电同款表现无好，盘中捌跌超过10块以上。台指期呢，在外资呢是加码了空单，所以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呢是重挫了200点。今天凌晨哈，那这个像是 IBM 啊，还有这个 Meta。他们公布了财报以后呢，因为财报的这个不如预期，所以呢，造成他们的这个股价的电子盘的股价呢出现了重挫的走势，所以也拖累了今天我们的高科技股啊，就是电子股的走势。台经院分析讲，针对最近台湾股市的起落，以及佫会出现股市的高点，不过未到衰退变坡的程度。台经院也公布讲，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的模式会呈现内外拢温和，全年经济成长率会扭悬到3.29%。不过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冲破2%的通膨警戒线。也拿台积电10倍发说会显示，目前车用市场智慧型手机啊等等的出货量犹原无到预期。后所的卡波犹原真慢。AI PC 或者是在 AI 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其实在今年的全球的这个出货量的渗透率还是都是在这个20% 以下。所以预计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终端应用市场，它的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提升，大概要到2025、2026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台经院表示，对目前预测来看，台湾今年经济成长按算是表现袂歹，犹原爱设计央行货币政策转折点，中国需求无振作，中东地缘政治3大变数。尤其是万一中东的战事搁发生，恐惊会对台湾引起另外一波输入性的通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政府准备要大量引进印度移工，已经和印度签署合作备忘录。劳动部长柯文春今日伫立法院嘛强调，期待未来是国家对国家的直接偏向。台湾引进印度移工的议题一直受到大家讨论。政府已经甲印度签署 MOU， 行政院嘛已经完成备查，上立法院查照，立法院改做审议。劳动部会扩大召开咨询会议，因为咨询会议会当聚焦国内意见，结果提到台湾印度双边工作层级的会议讨论。劳动部长柯明春25去立法院质询，立委拢来问咨询会议的进度。社福类的移工，特别是家庭看护工，那会被列入你们这次的项目当中？这一次第2次的咨询会，我们有邀请我们相关的部会，好，针对开放的业别、开放的人数，还有引进的方式，我们都会大家来讨论。这个会议会讨论引进的行业甲名业。立委认为讲，政府有直聘中心，鼓励直聘移工比例煞无甲1成。即个开放印度移工会变做互中人有地头通闯，因为应该爱采国甲国直聘模式来进行。采取国对国直聘，那最重要是要弱化这个私人中介的角色，而且避免这个巧立名目，对移工做剥削哈。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直聘方面哈，以这个为主要的谈判呐，主要的谈判，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动直聘上很多是因为来源国
的配合度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做。因为主持会议原定按算后礼拜1、29举行，落尾煞延期，无排除会伫5月7日举行。各界关心讲，新的劳动部长会由行政院副秘书长何培山来接。就任了后，会持续处理印度移工的代志以外，柯明春嘛讲，未来伊也面对欠工、劳保年改2大课题。不过，伊对何培山有信心，嘛希望劳工会当甲支持，做伊坚强的目躯。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大地震，真侪大楼拢起去，旧建筑的问题是搁再受到大众的关心。目前台湾30年以上的旧厝比例已经占全台湾的一半以上，这旧厝真需要专家定期鉴定、补强，甚至是重启。有立委就提出讲，咱应该要有专法来规范。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互真侪大楼，亲像天龙市大楼、富凯饭店、通水大楼等等，拢摇甲未堪治，规个起去。这也引起社会上真侪人在关心危险旧建筑的补强重启。立委苏卡辉拜四召开记者会，认为目前台湾30年以上的旧厝占全台湾52.6%，爱设立专法来加速旧厝的补强，才通伫未来灾害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在2018。台南大地震之后，补强了全台湾的校舍。那么经过补强之后的04、03，同样一个花莲女中，美育大楼有补强就挺过了，但是它的综合大楼呢，因为没有补强，所以1楼结构就受损。立委苏卡辉表示，对民众来讲，法律太过复杂，补助金额太少，补强的记录会去影响厝价，这拢有可能会降低民众补强旧厝的意愿。立委张丰禄就指出，目前法律针对补强的规定太过线，若通设立一个专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会当让民众更较清楚。政府啊，其实对于补强啊，其实有一些法令，但是它散落在很多部的法律里面当中，我们要把它简单明了化。我们也要定出一个标准，你的房子到底什么程度呢？要分级，那是不是要马上就要补强？我觉得这个是要一个专法来规范的。立委苏卡辉认为，为着提高民众意愿，增加旧厝补强的效率，专法会当来规范颁发补强过的认证，提高补助经费，增加执行专案的能力。伊也表示，目前按算这个会期的提案，希望赶紧伫立法院通过专法，加速推动危险旧建筑的补强。记者刘新武、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看，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的风背山，即马是已经吹到希腊。首都雅典是规个市内拢变做伽马色的，当地政府嘛发布健康风险警告。另外，伫咧北欧的芬兰，即马是已经到春天啊，算是还搁咧落雪。希腊以往予咱的印象都是青蓝色的天色甲白色的厝顶，啊，毋过即摆看起来煞亲像来到火星。为撒哈拉沙漠的沙尘大范围嵌伫希腊部分地区，规个天煞变暗，空气品质变差。Πορτοκαλί, πραγματικά φαίνεται λες και είμαστε στη Σαχάρα. Περιμέναμε τις καμήλες να έρθουν. 当局发布健康警讯，表示2-3拜日的天气条件，互非洲的沙尘更较紧移动，空气中的浓度也会增加，尤其希腊南部影响较明显。啊，不过2-4拜3沙尘暴就会较温和，啊，不过敢若限东部地区。This is actually a frequent phenomenon that we can observe in the Mediterranean. Basically in spring, but also can be observed in autumn. Low systems that transfer all these dust loads from Africa. 到伫希腊变做橄榄色的时阵，北欧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因为落雪月色，煞变做白色的。芬兰国家广播公司以奇怪天气来形容这阵雪。报道是讲，芬兰北部落雪比往年较济，部分地区积雪20公分，南部交通拍死角，赫尔辛基机场航班取消也是延误。虽然芬兰冬天落雪真节快，不过赫尔辛基地区的交通局认为，4月底还有这种的落雪量其实是无平常，也呼吁旅客遗留时间提早出门，以免耽误行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是签署亚印北大铁土去中国化法案，要求铁土甲中国的母公司立即跳动，要完全撤开。若无就要进攻。亚铁土是认为法案恐惊违宪，会提出告诉。
就伫美国总统拜登24签署日本电影影平台 TikTok 的去中国化法案，要求 TikTok 爱伫9个月内甲母公司直接跳动切割，安尼无袂使伫美国使用了后 ，TikTok 虽发表声明，指控这项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会坚持反对这个法案。执行长周受资阁放调讲，会告到底，阁会拍赢官司。Rest assured, we aren't going anywhere. We are confident, and we will keep fighting for your rights in the courts. The facts and the Constitution are on our side, and we expect to prevail again. 就受资质疑 TikTok 公司已经投入60亿美金保护美国用户的个资安全，是安怎美国国会美国通过这项会毁掉700万间企业和1.7亿美国人无法度使用的法案。白宫24是讲，这项法令并不是 TikTok 的禁令，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才用的手段，也认为已经有投资者愿意购买平台。We do not want to see a ban. This is not about a ban. This is about divestment, selling, right, being sold. This is abo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This is not concerns about Americans using TikTok. This is about PRC ownership.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9个月后可能面临 TikTok 禁令，美国音乐创作公司表示无意外，会看事办事。I think the data says that right now 70% of people in the primary demographic, music listening demographic, find their music on TikTok. So where's that 70% going to dilute to? We'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at for sure. 法律专家认为，诉讼是难免的。美国政府必须充分论述，而且跳动管控 TikTok 情形会造成国家安全风险，会当让政府有必要对言论自由设限制。不过 TikTok 已经有法律前成功的前例，前总统川普伫2020年时阵，同款想要逼 TikTok 甲中国母公司切割，到尾互联邦法官因为言论的自由才考量加冻落来。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那根据2024年全球粮食飞机报告，去年有59个国家地区超过2亿8千万人有严重欠粮的飞机，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气候甲经济。固定三角村骨头地面大到闭开，无法度种农产品。根据人道机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组织上新发布的2024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3年有59个国家地区超过2亿8千200万人有严重粮食无安全的状况，比2020年增加2400万人。已经有36个国家连续8档有饥饿的危机。而这款状况的主要原因，除了极端气候加经济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The single most significant driver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is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is was the primary driver in 20 of the 59 countries and represented in absolute terms the key driver for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in acute food insecurity. 这个调查有严重粮食无安全真相上济5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奈及利亚、苏丹、阿富汗甲伊索比亚。不过用国家人口比例来讲，饥饿人口比例上济3个国家是巴勒斯坦、南苏丹甲也门。全球这么济人严重粮食无安全。另外一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生产的粮食有达99%互浪费掉，拢总差不多10亿5千万吨。当然，肯亚这款开发中的国家，每一档浪费的食物嘛有490万吨，各民众必须爱挖靠捡食物来讨生活。Hizo chakula zenye zinakujanga huku ndizo zinakuja, tunachagua zile mzuri, tunauzia watu wenye wako na nguruwe. Pade naweza pata hata kama ni 300, na ninashukuru juu ndizo nalipa renti nazo, watoto wangu wanasoma na wanakula. 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全球每一个人每一档会浪费差不多79公斤的食物，等于每一天至少有10亿份的餐点互浪费掉。其中浪费粮食上严重的是家庭，达到60%，餐厅28%，而超市这零售商毛12%。流失甲浪费的粮食，每一档会产生全球8%到10%的温室气体排放。若上国家来排名，只有输中国甲美国。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转来看国内台南这军第一期拿线的宽屏案，昨总算通过。因市政府是按说2026年年底动工，并5年内完工通车。
台南捷运第一期拿线伫咧年初环评小组甲3月2交通部审查通过综合规划了后，4月24环境部第12摆环评大会，环境部委员会认同审查通过，唔免办理第2阶段环评。台南第一条捷运有重大进展。自己是还蛮乐观其成的当然对我来说，越早完工越好嘛。就是我能够越快搭到捷运，对我来说一定更方便。但是做这个台南捷运的话呢，它势必一定也要做好这些人行设施，不然的话，人下车没地方走，也说不过去嘛。就是担心它在盖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交通跟出入，是希望它盖的时候不要拖太久。民众有的期待，有的烦恼。事实上，台南捷运第一期拿线计划是进度上紧的路线，系统使用高架下座的单轨道系统，经过永康的中华路、东区中华东路、东门路，也有林立区的中山路，才会人口较侪所在。头尾8.39公里，而且设置10座高架车站，也有1座维修机场。目标是伫2026年年底进行动工，2031年完工通车。工程会采用那个中央分隔岛的方式来做一个立柱的一个工程的推动就是参考国内其他都在推动高架捷运的一个经验我们后续可能会演绎第2条，就是我们的蓝沿线的部分我们的可行性研究的一个报告也已经送到交通部，等交通部召开委员会的审查。另外，其他的路线、红线、深绿线，也有绿线可行性研究，拢在规划当中，会赶紧完成，并且提送中央审议，来大力推动台南捷运的建设。记者台南报道。那讲到宜兰的永金2号桥，到今是已经用3-4年啊，是宜兰往回宜山的主要道路。不过，这个桥真矮，更近个人看现。地方是一直争取要重启，水利署嘛派人去评估，认为无需要重启，嘛无法度补助，这是个引起地方的反弹。卡车过桥爱减速，因为宜兰这个永金2号桥桥边的宽度敢若4.6公尺，真矮，袂少车因为安尼会弄到桥边。他是被撞的，是不是？不是啊，小客嘛会啊，闪袂有当时啊闪的嘛会啊。互咱弄掉了后，桥的名缩起一格。永金2号桥是宜兰市公所维管，公所找土木技术检测，发现有铁机啊现出生鲜的情形。虽然无需要列入危险桥，毋过行的未止力哩。国家这个桥是宜兰市甲宜山乡头份永路庄仔头重要的通路，交通量真大，所以向中央争取补助5万改建。改建啦吼，搁做新的一条桥出来。会当更较便利，会当更较便民，因为你小闪车都无迄个困难虽然是没有急迫性啦，但是需求性，我是觉得说地方的民意心声，我是觉得说希望长官能列入考虑啦。水利署第1河川分署评估认为，永金2号桥的管道宽度有够，未影响水流。就河川治理的角度，无需要改建，也无符合补助办法的规定。2号桥这一座的话，在它的高度、宽度部分其实是都够的，在我们的治理计划、公告治理计划上面，它是就我们的角度是不需要改建的啦。所以其实现在这种设计早期的设计的这种桥梁已经不在了。水利署的讲法引起地方的不满，主张永金2号桥是旧设计，桥墩真济，哪有可能无影响水流？希望水利署重新评估。水利署表示，当初的评估是2016年，确实有一段时间桥墩伤济，是毋是有影响水流，会进一步探讨。若是符合改建条件，再来依法补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的内山是水蜜桃主要山区，一般拢是4月时就会调果。不过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甲地动的关系，调果率敢若4成。然后叫按算后个月去勘察，讲若是有到天灾救助的标准，一定会替农民来争取。一话定即个若开花无结果，台中内山是台湾水蜜桃上大的产地，每年6、7月是主要产季，一般4月就开始结果。不过当地今年结果率即个若4成，贵农甲民众认为可能甲天气一个最近的地动有关系。摇动晃到根系受伤，果树整个养分就停滞了。今年才遇到那么大地震，才可能所以大家比较严重。3月30号的时候雷雨，那个很大的雷雨，然后又下冰雹，把那个花瓣打在地上，也造成它不结果。路政局讲，今年天气变化大，向阳寒、向阳冷，3个大雨，和水蜜桃无法度顺利调粉。
贵龙是认为4个花莲地动造成土质松动，树根被震断，养分无法度疏散，就连澎湖也同款。第三水蜜桃山区栽种面积差不多234公顷，年产量2246吨，一年一收。因为结果劣败，估计今年的产量无到往年的4成。本局定于5月7日及8日邀集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农粮署及公所等相关单位至梨山地区勘灾，了解灾情原因，同时将持续收集近期各项气候因素数值参考。灾损的原因，大家讲法真多，贵农也担心今年的努力拢会归火花去。台中市农业局强调，5月初会请农改场甲农粮署等单位到梨山勘查，收集各项天气的资料，了解原因。若是符合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标准，将会向农业部争取现金救助。记者综合报道。中兴大学研究团队指出，大水虾的危害真大，而且即马佫发现讲有出现透镜的大水虾，对环境的适应力愈强，愈歹处理。因建议相关单位都要赶紧找出防治的方式。一阵搁一阵的大水虾伫电火边仔咧飞，数量看起来真惊人。逐摆若落雨的季节，民众就定定看到即款的景象，也烦恼大水虾数量愈来愈侪。不过，中兴大学研究团队指出，台湾都市地区危害上大的2种大水虾，已经借着透镜生出新一代的大水虾，就伫咧台湾的自然环境当中。世界上目前只有3个地方，这2个物种是有重叠分布的。那台湾的遭遇时间是最久的。因为格色甲苯在台湾1911年就有发现，所以如果杂交的事件会发生的话，那很可能就发生在台湾。中兴大学研究团队指出，对全世界来讲，台湾大水虾甲哥斯特大水虾是2大主要的外来种，破坏能力真强。伫咧台湾原生种的台湾大水虾，主要是分布伫咧北部地区的环境当中；外来种的哥斯特大水虾较适应热带环境，所以分布伫咧中南部。不过，对2019年到2021年3月到6月期间，伫咧野外已经看到有透镜的大水虾，而且伫咧实验室内底证实，透镜的新一代大水虾对环境适应能力要更较强。这个杂交的族群呢，会比纯种的多1倍。它原本是一个是比较偏冷的环境，一个是比较偏热的环境。那这个杂交的个体，它其实可以适应2个区域。中兴大学指出，这种大水虾敢会变作是超级大水虾，造成的危害到底是安怎？要阁需要阁较侪资料才会当证实。也毋过透镜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变强，应该要量早找出防治方式，才会当降低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有一只虎航的班机，去予旅客发现讲，共一只飞行机竟然有要去东京，嘛有要去台北的旅客。后来才查到讲是跟着交通车的司机载唔到人，连带嘛造成飞行机慢分，机场嘛随该调集处分。本来已经全备坐飞机去东京成田的旅客，所予人请落飞机。有民众伫咧 FB 讲，本来是要坐台湾虎航的班机去日本。无想到讲，飞东京成田甲飞台北关西乘客，拢互人送去坐共一台飞机，有够罕。就看人跟，就是往哪边走，就是跟着一起走。对啊，就是应该工作人员要有指示清楚，或者是拿牌子之类的。原来是桃园航群伫咧变忙，接驳车的驾驶是要甲人客再去停机场坐飞机，结果因为2台班机的航班好正晚，停的所在也正晚，驾驶无再一遍确认送唔到所在，坐唔到飞机。虎航虽然有随发现，不过为了要重新清点乘客，延误起飞也较慢到位。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接驳的司机要注意，就尽量不要，因为有时候航班时间很接近，那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带到对的地方上，因为确实乘客有时候一忙，可能看到虎航就会上去。桃园航群表示道歉，讲这边的事件是人员作业疏失，已经将造成疏失的员工调离现职。除了进行内部检讨，再来也进行听取，加强督导。因那台湾虎航也请外包单位提交检讨报告，并且主动进行事件提报，希望这种情形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差不多3个少年人当中都有一个体重受冻。根据台大教授的研究，台湾少年人饮食失调比例有超过11%。学者嘛指出，这可能是心理压力所造成的，未来可能有饮食障碍情形，呼吁大众都要认真看待。
现代人注重身材，定会去健身房运动。不过学者指出，过度运动嘛是一种失调的状况。有台大教授提出研究，显示台湾青少年饮食失调的比率有10%高。失调的状况包括过度减肥、大量饮食，也有过度运动。也若进一步来看，新住民的青少年状况说明显比一般家庭的青少年较严重。这可能和家庭饮食文化，也跟社会认同有关系。新住民的妈妈呢，对孩子的这个肥胖的健康风险，可能是持比较宽松的态度。他们因为要融入社会规范需求高，所以对这个同侪嘲弄的易感度就可能是比较高了。那因此呢，这个同侪的体重嘲弄，它的强度就会容易增加他的情绪困扰，而进入了饮食失序的这个恶性循环。研究结果推论，新住民的囡仔对融入台湾社会文化意志较强，惊互同学老师踢笑看轻，对善等于美观的美术心理压力较重，所以嘛较高造成饮食失调。另外，长期研究心理健康对身体影响的学者嘛指出，饮食失调嘛较会造成饮食障碍，呼吁社会大众都爱认真看待。饮食失序是还没有到达饮食障碍症的这个程度，但可以是当做一种警讯，有这样表现的孩子，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评估。那我们要注重这些趋势的变化，积极在家庭啊、学校啊、社区或者网络平台上面推动对于体重啊、饮食、身体活动的一个健康促进的环境。提出这个研究的学者嘛，希望讲透过这个调查，和学校愈注重学生的情绪和心理，不论是一般学生，还是新住民学生，师生拢唔通有歧视的状况发生，嘛唔望对台湾社会整体来改善对善等于健康美观的美术。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高雄电影馆每一年都会举办电影选修课，除了有台湾出的电影，嘛有国外得奖的作品。今年伫高雄的12间国小巡回，其中就亮出台语的艋舺电影，讲台湾早期的故事，望囡仔会当尊重台湾的无共族群甲多元文化。这学生囡仔坐伫椅仔，做伙看台语的艋舺，大家是看甲笑嗨嗨。这出动画是叫做《大汉》，影片是水敢若乌白甲蓝色。故事是讲外省人甲台湾囡仔斗阵的过程，透过无共族群之间相处，互囡仔学习互相尊重的课题。都爱欺负伊的同学，但是后壁就无，伊看到人的辛苦，用较早的方式来表现迄个影片，所以我就介意。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说，以前年代跟现在年代的不太一样，然后透过一些影片的教导，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其实应该更珍惜。高雄电影馆当年都会举办电影巡回活动，今年有8个主题12出电影，包括家庭教育、台湾的文化、生命的陪伴等等。其中自我认同的主题是特别选2出台语的动画，拢是台湾本土的创作。怀旧的题材，互囡仔会当知影台湾早期的年代，尊重多元的文化，也通轻松学台语。我即马台语可能较囡仔较袂晓讲，所以阮是想讲，互带即个较古早的趣味的社会的电影互囡仔来看讲，看讲，以前是安尼的一个社会。今年电影巡回是到高雄12间的国小，不管是高雄出品的台湾电影，也是国际级的。囡仔透过看电影学习电影制作的知识，也会当提升因的眼界。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讲到19世纪是台湾地米外销的黄金年代，上兴的时阵，台北大稻埕都200多间的茶行，其中头一个甲乌龙茶卖到国际市场的人，就是大稻埕的生理人李存兴。今年是伊过身的100周年，台北市立国乐团和民间的艺文公司，嘛规划一出音乐剧，要来纪念伊。外乡虽然风景好。思念家乡一片心。头唱举布袋戏红仔，当日排练大稻埕头人李存兴的故事。李存兴1838年伫厦门出世，26岁来到台湾。后来1869年，伊甲乌龙茶卖去到美国，嘛拍开国际市场，所以人家叫做台湾乌龙茶之父。为着要互愈侪人了解伊的故事，台北市立国乐团和民间的艺文公司共同规划一出音乐剧的演出。李存兴家族的第4代李福仁先生也来到现场，伊甲当年外省的地票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是茶标比李春珍更独特，
一起命名佛茶乌龙。台湾第一次一个这个茶标叫到欧美的。李浩然分享讲，因为较早大家拢讲台湾话，为着要表现乌龙茶发音，互外国人了解，茶标的拼音才用2个 O 来表示。另外，音乐剧郑秀玲表示，为着要呈现早前地上的艺文娱乐，所以音乐剧用济南管本地戏、汉诗吟唱等等来表现。因为南管即摆观众较无法度讲自头自尾拢去看南管，所以阮是用布袋戏来串场，安尼较互大家较深熟。咧听的过程当中吼，嘛会使听好听的音乐，来去了解李春生的故事。李春生会使讲是大潮亭真重要的成立头人，今年算起来是伊过身100周年。为着要纪念伊，互大家知影伊的故事，台湾第一业之父李春生这出音乐剧4月28会伫台北中山堂演出，团队嘛帮大家做伙来看演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那看到10年前本地伫咧科学园区上班的陈万成翁仔某，为着要找一只狗来到新德县的北部，因为介意客家庄，所以决心要伫遮开一间册店。嘛，因为北部会当看到真济长尾山牛，对遮甲店名号做拿竹厨房，比作在地特色。老厝外口保留过去病院的模样，边仔搁一丛青蛙树。当初时，陈万成翁仔某为着找一只流浪狗。无意中来到这个传统的客家庄，对当地人文风景非常介意，决心来北部开一间册店。离开园区工作就是尝试各种的兴趣了，其实在探索到底，然后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我们都很喜欢看书啦，所以这个空间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书房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空间整理一下，空间不大啊，就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开书店、办讲座、办活动可能更贴切了。头家讲，其实因嘛知影，伫遮开册店无办法赚大钱，毋过活土是因翁仔某拢真介意的代志，希望推广出去。开册店做的是家己的兴趣，对因来讲，这就是生活。其实当初我们预期的收入就不会差太多，它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收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跟我太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觉得，反正这是生活，我们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符合我们的个性，所以这样一路走了，都觉得还蛮顺畅。只是说，这就是生活。然后问你说赚不赚钱，其实没有，但是就是觉得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模式。对。因翁仔某把伫册店隔壁开一间咖啡厅，互来到遮的人客会当哪看册、哪啉咖啡。在假日的时，搁常常举办文化活动，希望生活店北部用册芳甲咖啡芳，继续写出人生精彩的故事。记者朱君豪新竹报道。台南大学正有开发过会晓用台语开讲的机器人，即马因阁有新的成果，就是讲台语互机器人听，伊就会当随做出相对应的相片出来。研发团队嘛有提出去国外发表，而且嘛发现讲外国人看到学台语，会当学真紧，而且效果嘛真好。公园内底足侪猫仔咧佚佗。对机器讲台语，无几秒钟，连面做出一张图送互你。无看唔到，这只不假厉害机器人佮出现啊！本正敢来晓参人讲宝语做练习，即阵有新的功能，就是用 AI 生成影像，互人会当用看到的方式学台语，增加印象。其实咱大学开放互囡仔抢头香做体验，那是毋是佮增加因学习的动机？机器有英语、台语啊 AI， 这台机器人那在学校。上课啊真好。你讲的时阵，佫会是袂认懂啊，有这种帮助是最好的啊，就是会当，互阮这种学生的台语佫较好。教学的部分，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我拢会当导入安尼生成式 AI 影片的一个教学了，我相信囡仔应该是印象会佫较深刻。这是台南大学三学合作成果，教授表示，咱参机器互动，伊自然就甲声音做运算，配合机器用我本土的语句，也是图片做回应。机器人唔会晓讲台语尔，英语买通。研发团队日前去香港、日本等国家发表，因讲外国人用安尼学习，敢若留300就会晓讲台语的词类。
发现说，不管是马来西亚的老师还是学生，还是日本当地的教授，因学台语拢学了真紧，这对咱台湾是一个优势。吼，咱会使把咱台湾这的文化，咱的母语推广到全世界，互全世界拢知影咱台语其实是一个真水的语言。目前这套系统爱连网络，研究团队暗算未来要直接伫机器内设 GPU， 互学生伫任何所在拢通使用。另外，伊嘛参出版社合作，互 AI 科技运用伫咧高年级的母语课程，提升学生学母语的意愿。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语歌的风格丰富佮多元，唱台语歌也是学台语的好方法。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就有咧举办台语歌的假唱表演，邀请各团来教课，邀请大家欢喜来学唱歌、学台语。学生跟老师哪弹哪唱。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为今年2月开始举办台语歌假唱表演，邀请各团团长来教课，有人课上了趣味，佮招朋友同齐来唱歌。因为台语歌就是让生活化，想讲甲台语也蛮当推广落去，所以阮就唱歌就欢喜，就让介绍朋友做回来，佮好朋友，所以很开心。老师足够教的慢慢带阮要安怎讲，讲台语要安怎学。发音嘿。台湾早年的台语歌较有文哀伤，互人认为是悲情的代表，嘛有一段被打压限制的历史。但是即阵台语歌的创作多元丰富，负责教课的陈建忠老师卖换无共风格歌曲，互民众哪唱哪学台语。大家对台语歌若是真有迄个热情啦，大家来唱歌的人愈来愈多。有人喜欢介意老歌，有人介意较流行的歌，所以即摆若是你尝试看看吼。不管你唱好唱歹，大家就做伙来唱歌，大家会当日常就已经有养成这款的习惯的时阵，我想咱的音乐就自然伫咱的身边来开始。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设立台语文创意园区以来，一直推出各种台语活动，除了办展览、讲座，也有侪课程，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当来使用这个空间，让台语愈传愈大拍尾。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丹麦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因利用人口资料库拍入去 AI 来算命，算讲咧这一生会当赚偌济钱，会当活到几岁。电脑咧算命，算起来嘛是有8成准，有影趣味，咱做伙来看卖。丹麦上新的人口统计，全国总人口596万。丹麦科技大学的这项研究就以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做样本，配合人工智慧分析，并且建立数据模型，想要预测单一的个人会当活到几岁，什么时阵会得到什么病，也讲说来工作、婚姻、家庭会安怎发展。丹麦民众平均的年纪42岁，平均寿命要到82岁。研究团队是经相对较少年的样本来验证这个模型推高寿命的准确度。We take a very young cohort between 35 and 65, and then we try and predict based on an 8-year period from 2008 to 2016 if a person dies in the subsequent 4 years, so until 2020. 发生者因素的估计显示，这套演算法模型伫咧预测样本的死亡年纪准确度到78%。若是有这个样本是不是迁徙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准确度是变做73%。研究团队认为，甲民间流传真久的各种算命方式比起来，这个模型唔有科学的根据，准确度也加较悬。但是这敢若是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并无打算该公开给外界使用。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s ready to be used today. For now, it's a research project where we're exploring what's possible and what's not possible. 学者强调，这个名叫做 Life to Vec 的研究结果，并无放伫咧网络顶。因过消息公开了，网络顶就开始出现真侪讲是 AI 算命，甚至是用 Life to Vec 的名号的网站。若是英文连中文拢有。若是网站叫你输入名甲生日等个资，千万唔通互伊骗去。新闻界出现的资料伦理专家伯尼勒特朗伯格就讲，早就有保险业者用演算法模型对申请保险的客户做评估。It can be used against us to discriminate us, so that you'll have to pay a higher insurance, or you can't get a loan in the bank, or you can't get public welfare because
you're gonna die anyway or whatever. 主持研究的学者讲，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不是给人算命，让人知影未来，而是要探索人工智慧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当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有如何人类面对的风险。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锋面接近，明仔载同款的受到锋面影响，会可能落大雨。西北部、东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会落短暂雨，也是雷公雨，而且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地区嘛可能会落大雨。下晡部天气写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7度。中部地区25度到28度，南部地区26度到28度，东部地区24度到26度，外岛地区18度到28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拢甲我的员工讲，咱即马